大球零比零，比賽開始。out，丟大球丟大球平手。請意下球隊到記錄台領取第一場嘅出場紙，銀行杯嘅。你諗好添，未諗好添，開心羽毛球 ST HACPL 香港空運二隊落力打 Airport Authority Hong Kong 同埋多條。麻煩剛才讀名嘅8隊隊伍提交你影出你嘅出場紙。提一提啊，出場只係交俾裁判嘅。out 7比2。8比2，休息，交換場區。HACPL 麻煩派代表到記錄台攞出場紙。8比2，繼續比賽。9比2。同埋請大家留意，唔好太過接近球場嘅邊界啊，因為頭先朋友就分咗出嚟啦。10比2。out 丟快球3比10。丟快球11比3。但提一提啊，每一位運動員最多可以打2局嘅比賽嘅啫。12比3。同埋麻煩用於喺記錄台借咗筆嘅隊伍咧，麻煩交還啲筆啊，因為台嗰啲筆就冇晒，唔好意思啊。丟快球4比12。丟快球13比4。丟快球5比13。14長點比。各位觀眾喺到右邊係關公嘅打合成。
花球，到比索地。俾條領域展開，15比6。